經絡按揭樓市預測同取向。今次訪問咗540位受訪者，當中40%預測樓市平穩，有5%上落幅度；20%預測樓價上升5%至10%；4成半微持物業受訪者考慮下年首次置業；7成預測政府會再度放寬印花稅；近80%人表示現時按息屬合理及可負擔水平；近4成考慮下年換樓或者再置業；8成人考慮首次置業嘅原因係自用；近7成半人心儀600萬或以下物業；超過50成考慮買入一手單位。同場加映10大樓按新聞選舉，一齊睇下熱門按揭新聞第1至10位。而家經我哋申請按揭，肯定仲有驚喜，即刻搵經絡按揭啦！